乡亲啊，继续来看日本乌克兰外石垣市，讲因有钓鱼台的管辖权，所以伫因的议会表决，要甲钓鱼台行政区的地址，甲改名改做丁野城站告。宜兰县长林姿妙讲，要甲议会带队登岛去挂门牌，而且邀请到蔡总统做伙前往去宣示主权。宜兰县议员蔡文益嘛来发动到联署，要甲钓鱼台改名改做头城钓鱼台，要来反制日本。钓鱼台，宜兰的登岛宣誓挂门牌。宜兰县长林姿妙甲县议会内力党团全体34位议员伫县议会大声发口号，宣示主权，抗议日本乌克兰话石垣岛市议会初九要表决。准备要将钓鱼台历史改名叫丁野城站告。钓鱼台呢，是我们宜兰头城的辖区，也是中华民国的土地。所以呢，今天呢不分蓝绿，我们团结合作，为我们的领土能够呢捍卫我们的国土。林姿妙佫讲，伊要带团登上钓鱼台去挂门牌，现场佫展示这个门牌，写的是头城镇大溪里钓鱼台路1号。国民党籍的县议员蔡文益嘛提案要将钓鱼台改名叫做头城钓鱼台来进行反制。今天我们的提案给县政府，由县政府来参酌来给内政部来更名证明为头城钓鱼台。宜兰县长林姿妙佫邀请总统蔡英文作为登岛挂门牌，共同保钓。民进党籍县议员陈文昌是讲，要请马祖作为登上钓鱼台。宜兰县政府甲议会为了保卫钓鱼台，无分蓝绿，团结作伙宣示主权。